一部化完成的，请重要嘅如何爱提强起来。依照好嘅化强嘅，唔单止是对团作品保存到长长久久，化嘅特色也会涵盖下面。嗰度睇國際市場上鋪賣嘅台灣藝術家嘅畫，極強嘅都係新竹北埔做嘅。創造台灣嘅畫強嘅，家家係團員推廣外銷，別人人推產業使出去，工廠一件件嘅數起來。唔過北埔一件畫強嘅工廠嘅老師傅陳家堅，如果做路看到問題嘅，佢賣國內，還堅持用好嘅塑料嘅，還個用純膠嘅方式來做，品質又好又優。佢許多藝術家嘅肯定同幸福，更加係也來嘅陳興平來接。楊子也講，雖然畫強嘅是係偏國嘅，唔過而人嘅畫強嘅，卻對係呈現出畫作嘅價值。以藝術品來層次去做，所以講你講有生命啊。票二獎頒獎，它永遠是配角，你要把作品的價值凸顯出來，好，這才是重點。唔但眼嘅塑料，文辣文糯，掉起來就係一屆一屆個牙尖住嘅發強，你係老師傅40千年嘅功夫。模糊於生命頭論決定是20年、30年嘅天是沒落台。這裏邊淘汰，我哋做思想研究做更好啊！功夫係當初此行，喺那條此行係轉為咗專業。陳家堅後生嘅世界，都驚自創推北嘅工廠學做發強，上早推翻生活艱苦，用能力賣藝術品嘅，單單都係外國人。你像香港那條法轉來啊，賣好多推翻這個賠啊，賠好要大轉面嘅嘢啊！韓國幾個陽明山嘅咪前多個駐軍啊！地推北做了半年，陳家堅轉到家鄉被部開工廠，該兩時主要係做推廣外銷，幫每產業使到國外去，並唔讓人家駕駛按便宜，呢度工廠溜溜小小出關門。唔過陳家堅走出改變做法，穩做內銷，開發台灣市場，做披薩唔做嘅事情。個藝術界一來到，一聽到陳師傅老一溝通，他知道你是專家，丟下陳師傅你決定就好，那就當好做啊。做起來，他檢做差不多講，比我預估的更好啊，我們就有辦法做到這樣啊，所以我們才做可以生存啊。老師傅講，讓藝術嘅下邊東西唔會閃魔，填錯語言啲好寫，為咗生意好做，唔過填錯外氣，呢個東西會拿好。按佢轉廠係換氣候來講啊，我哋按度同溫啊，一樣是100年未好啊。做手工發強，好時好工，但普都當繞口，係那種操控調整嘅方式來做，按用發強為係那做過，看起來咪係那有價值。第啲位度你睇金線啊，你睇金線自家做嘅，嚇，到毛背你睇外框1、2、3、4、5、6千強咯，大家拉嘅，你啊，所以。呢度一般冇辦法做，先冇法度，比較難度嘛。做6度強，強多工，強複雜嘅，嗰種就是貴下母。但係貴下母有隻缺點嘅啊，第一強我後尾變形，第二色冇法度做到多變化當多。此時的塑料對都大概清輕片，7、8年前轉對接，是係漢城世界做到咁，佢上去上陣相當久，張傑庭。專點嘅啊，專業咧，肯定該做啊，老師都當做同學做，我都成日都該聽到為講，我當時時節是開始就該做強啊，佢想去想咧，冇落貴少嘅教啊，充滿起水泡。就以前佢咪唔想做講，夾把揸爸爸招牌，已經呀。佢講邊個都要強。劉子嘉對自家專業做強壯嘅堅持，對很多嘅細素材很難入心。像你啲位將冇要收過，收你要火入過幾個腰做出嚟嘅色嚇，又會好溫潤啊！而家開發強啊，攞量嘢攞唔得好啊，看到冇乜㗎，因為呢個細節部分自家繞口嘅，唔係講哦，人下大家險嘅細節講大家做。
老商品准做艺术品类做，梁子拉讲好东西唔也冇认识。76.6。57.4。老师，你会希望这张作品要做怎样的配法？因为比较古朴啦，所以我还想说，如果配比较原木色，但是旁边稍微宽一点。配法腔唔但常看起来合只，还做得保护法。艺术家常俊文始终督导全部力量自然，除了设计法，当爱心界高本基调，该系一种幸福老前提。他们的坚持，你不用讲话，他们都做得到。那如果很多你去表画，就是里里外外你跟他讲，他又嫌我们觉得画家太啰嗦，哇，那真的是有时候沟通上会觉得很累。如到连日跳嘅跳那幕都看到清清楚楚，温润嘅笔法落色彩，展现出台湾阿美嘅慈爱。常俊文嘅两部字幕，得到二郎日时法国世界水彩大赛金牌奖。该老师为了两部法记到法国前，金美类签两两自然。我要去法国前，我只讲一句话：要简单，要轻，然后就来就会很惊喜，说：头脑还不错哦。我觉得这就是专业啊。论论文外都当中心，连拉面没捞给喷漆，加嚟价格，还用法腔为很难耐住。这个对画的保护就很重要。那很多人是不做这个过程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看不到啊。有时候我的东西很明确，它可以达成，可是有时候是你不给指令，反而它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。这种法我去做腔啊，好，其实那基本款，你要去做点么？其实人家要采本呢，该种的东西要创挑。已經做好咧，工廠已經做好咧，我哋是冇窮人，我哋就全部係量身定做嘅東西。徐建平講，大家法腔都做主意，係那家屋下嘅法腔係做生命嘅，時間長久，為咗冇空中嘅梅水。你啊花嘢掉30年、50年，你地位你個油啊，會見做出來，讓愛啲嘢按照顏色嘅化學之後結合起來，研究下光合作用越溫潤。用手工类颜色，就表现得出塑料法腔天然嘅温度，就入到层次。虽然佢唔係足夠，還係做到最好。每日會按堅持，全部嘅手工法腔冇本事抬淘汰，還建造建好。記得腔係嘅係藝術家嘅幸福，腔唔係嘅係自家堅持為咗嘅專業。韓國兩嘅堅持，說才講係冇障礙。